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蔡英文总统第2任开始，美国国务院就宣布要批准卖武器给咱台湾。外交部甲国防部嘛拢表示欢迎甲感谢。疫情指挥中心计划要开放病情较无咧传的国家商业人士搁再来台湾，就经过检疫5天到10天，验无病毒就通出门。昨暗3点，台中的中华夜市发生有人去放火的案件，现场警方有去抓到嫌疑犯，目前正伫咧审问当中。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台湾已经连续13天，拢无搁增加去挖到武汉肺炎的病例。不过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宣布讲，有一个今年30几岁，对墨西哥倒转来台湾的男性，诊断确定致病。总是陈时中指挥官有强调讲，这个带病入境的患者落飞机就直接带入去检疫所。咱国内的环境医院真安全。咱等下来听陈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我们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那在墨西哥工作染疫，那我们还是那本土连续第39天没有本土的案例。在墨西哥的期间，4月30日到5月1日有出现发烧的症状，那5月5日起出现轻微的咳嗽，5月20日返国入境主动告知有症状，在机场检疫人员采检后送至集中检疫所隔离。那今天确诊，那目前到医院在隔离治疗中。纵使今天有一位境外移入，因为跟我们国内是完全没有接触所以我们社区维持现在的一个稳定。本地交通部是按算讲5日节假期就要开放火车卖客票。不过昨陈时中指挥官表示讲，这站伊是抑阁无赞同。交通部的王国材处长坦白讲，会搁再和指挥中心打合，一切要遵循中心这边的决定。它都有它的一个方式，比如疏散到各个车厢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说，这个站位也要全程戴口罩，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这是基本给他们双铁的一个准则。售站票，但是要总量管制。那双铁现在都准备好了那如果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尊重指挥中心的决定。陈时中指挥官表示，若卖客票，伊是抑无赞同。不过，若上车的旅客喙暗拢有照起公挂，开放卖自由座，阁有取消坐一位让一位的梅花座，这是拢好势。早起王国材处长嘛讲，万项也是会尊重指挥中心的裁决。但嘛有网络的人士发动5月23要去台北车头内底的大亭，争取开放坐涂骹。王处长嘛讲，等待病情咧传有较后，交通部会提出计划，尽量会阁开放大亭，互人坐。望抗议的人士不妨先听看因交通部按怎样安排，再过来拍算。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计划要开放病情较无咧传的国家，迄边的商业人士会当搁再入境来台湾，到地了后在家来检疫5天到10天，验无病毒就通自由出门。不过专家是烦恼讲，干那验一摆，恐惊会有漏交。另外，外国已经有科学研究证实讲，预防车主高山效果是真会知。当然，国内若要做人体试验，就愈有希望了。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有确例，已经连续10多天拢是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拍算，针对疫情风险较低的国家，放令短期外籍商务人士来台湾检疫的规定，也就是入境第5天或者是10天以后，家己付钱做新型冠状病毒的体检，只要是阴性就会使出门，唔免搁再踮厝检疫14天。不过国内的专家就建议，外国人伫咧落飞机入境的时阵，上好是先做一届快速体检，较袂有漏交的风险。你用什么措施就漏掉多少嘛？你做2次你就漏的机会很低，你做1次你还是因为只做1次筛检，你的阳性率还是只有6、7成、7、8成那你做2次筛检，你可能可以到8、9成。甲国内疫情比起来，全世界即阵的疫情也是真严重。各国拢积极伫咧研发疫苗。最近有2项发表伫咧科学学术期刊的研究，就发现伫咧高山仔的身上注武汉肺炎关型的疫苗，唔但会使防止致病，而且就算讲无适宜去画着，恢复了后，佫会使预防，佫再去画着。专家认为，这项研究的成果，互开发人类疫苗带来希望。你要至少在动物打得出抗体来啊！如果动物连抗体都打不出来，你就很担心到人大概也打不出来，就
不用去做人体试验了，直接先修改再说。黄立明强调，就算讲动物的实验真成功，所来也有人体试验3个阶段，要成功而且有有效的这种疫苗就试，恐惊要等到明年啊，国内外拢是安尼。所以在这段期间，自身的防护工课爱接洗手、挂嘴暗也是真重要，也要提醒民众唔好去人潮KKK的公共场所，才会使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今日透早，彰化北干山顶头县道139线迄条宽山路发生2只车相撞的意外事件，其中一边车顶是载立法委员黄秀芳，黄委员含伊的司机拢受伤送院急救，啊，对方迄只车的驾驶人身受重伤，不幸却救无起来。警方调查讲，这站2只车对撞的案件是早起将近6点发生。黄秀芳入位所坐厢仔车驶经过宽山路本所场的挖弯迄当阵，对面向煞稳一只轿车出来，可能佫有贪过双黄线的款。一个撞落去，2只车的头前轨拢受伤真严重。消防人员到地，就赶紧把受伤的人拢送院急救。结果对面向迄只车顶今年66岁姓苏的驾驶人重伤救无起来。黄秀芳入位含伊的司机嘛拢切甲骨肉位伤痕。咱搁来讲台中这边，昨暗3点，台中市中区的中华夜市发生有人去放火的案件，火势就甲台湾大道顶头的民室啊厝去，因为巷路内底厝顶看考察班的徛家是袂少，火的引有影真紧，消防队也叮当上百名的骹手救9个民众出来，啊现场警方就有去抓到一个20几岁放火的嫌疑犯，目前也当伫咧审问当中。大火烧到真面将店面整个烧起，消防人员一面扭起水线，同时紧来破门。大火来到真紧够急，真侪住户醒来才发现受困，消防人员紧来搬来长推，将受困的民众救落来。不过上互住户担心的，是后壁的铁档加气搁伫燃烧。啊，烧到安尼拢也袂顶人，你有看无？后壁。21号早起3点，台中市中区中华路夜市发生火警，消防人员主动百外人力到现场来救援。被救出9个民众当中，有3个人受到呛伤送医。而杀了后第一时间，警方嘛伫现场发现这个林姓男子，随即将伊押至逮捕。他只有坦诚因为心情不好，但是实际上为何会有纵火的行为，暂时还不愿意交代。警方第一时间被大方侦讯，警方表示，当时店家发现这个男子行踪真可疑，向警方来报案。警方到场了后，男子马上以加速汤来放火。他就在那边闲晃啊，我就觉得他怪怪的。对，就是感觉就是他好像有吃药这样子。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这个火警为中华路的店面来燃烧，就连台湾大道的店家嘛被波及，主要是后边的巷路，全部被铁档加起来砍掉的，嘛互救援一度相当困难。有很多铁皮屋，然后算是违建呐，真的是很多都是违建加盖的哈，那个动线比较不好。是后面都是木造，搞完印过来。当地住户表示，当地是真旧的住商混合区，店家后边的巷路，会使讲被铁档砍了，使得防火项无法度发挥功能，而确实的起火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上任第2天，早起就带5院的院长去到中烈祠祭拜孙中山先生，啊，佫有过去为国牺牲的官兵将士。5院院长包含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立法院游锡堃院长，佫有赖清德副总统照过去的惯例，先到现场等待总统到地。啊，蔡英文总统是经过总统府苏家全秘书长陪伴来到现场。众人伫咧革命烈士的灵前，由蔡总统代表献花，所有陪同祭奠的人员同齐三鞠躬行礼致意，气氛真庄严啊，真隆重。咱搁来讲，昨蔡英文总统的演讲完全无提起9二共识这4字，中国也真不满，搬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应声。但陆委会陈明通主委就讲，历史已经掀起到新的一页，对方就要对付着阵。啊，过去讲9二共识就是伊所发明的苏起先生，啊批评蔡总统讲要修宪，这正正就是李登辉总统所提起两国论推动到上界进步的高调咯。
总统蔡英文伫伊第2任期的就职演说内底，对两岸关系拢无讲到究极共识，互中国真不满。以一个中国原则强硬回应，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以历史已经翻一页来回应，对中国坚持究极共识的态度，伊是认为单应对开。9·2共识，我昨天已经讲了，历史翻过一页了，没有需要再去讨论它。那等他们跟上来吧。原来政府准备修宪，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警告会是两国论上高峰，但是陈明通却无安尼认为。我对他没有什么评论。那会担心这个修宪委员会会造成挑起两岸的敏感事情？我劝他不要还是活在历史的过去了。早起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两岸新展望专题报告，陈明通对两岸的论述，秉持蔡英文政府的基调，嘛透露出未来4冬两岸关系敢若是无法度转去。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有软嘛有硬，民进党立委要求陈明通提出应该有的态度。你这来开出来了无？袂堪你啦，咱袂堪一人吼。把委员报告一句话啦，鸡屎骆驼嘛有3寸烟啦。什么9·2共识？什么共识呢？到底是一中原则、一中各表，到现在吵到都没有共识嘛？那这你不能把两岸的这种基础放在一个就各说各话的情况嘛？那为什么要把一个有 legal binding 的东西不那么重视呢？陈明通强调，蔡英文总统第1甲第2任期拢真清楚，处理两岸关系，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做依循，这嘛就是上好的交流基础。记者郭灿吴德新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第2任一个开始，今日美国国务院就宣布讲，搁再批准卖武器予咱台湾。外交部嘛表示真欢迎。国防部也讲，这款进展对台湾海峡四边的和平甲稳定真有作用。搁有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伊伫咧国务院记者会现场，嘛搁再开声恭喜蔡总统连任就职。To Taiwan, I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Tsai on her inauguratio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aiwan has matured into a model for the world. Despite great pressure from outside, Taiwan has demonstrated the wisdom of giving a people a voice and a choice. 总统蔡英文第2任的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伫咧国务院的记者会亲身恭喜蔡总统搁再连任。唔那安尼，国务院政军局伫咧5月7日搁较宣布，要卖军机相关的物件予咱台湾，会卖18个 MK48AT 党型的鱼雷。对于美方坚守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的这个承诺，那我们也表达感谢之意。基本上是不是认为美方支持也协助我们潜舰国造这个计划？一点都没有错。对我们整体防卫能力是有提升的，对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是有注意的。这批编号 MK48AT 党型的鱼雷，会使用伫咧102公里的时速攻击中国的航空母舰，也会使创伫咧800公尺深，是一个真有动力的潜舰。对于马海峡解放军侵犯台湾真有后果。根据海军记录显示，伫咧陈水扁总统任内，捌伫咧台湾西南海峡进行4摆实弹射击，而且几落摆进行党型鱼雷实弹射击的演练。学者也指出，美国这摆卖党型鱼雷予咱台湾，唔但显示对台湾潜舰国际计划真支持，也通好维持台湾伫咧潜舰的战力。坦白讲，18枚量也不多了，因为我们潜艇的这个规模也很小嘛。不能说没有作用啊，或者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潜艇的战力可以保持住嘛？我是觉得这样吧。另外，由美国主办的印太陆军视讯会议，咱台湾搁较头一摆被邀请去参加。为相片中，会使看到台湾陆军少将谢宗宝和其他3个美国军官做伙出现，而且咱台湾国旗和美国、日本、英国甲韩国计共26个国家的国旗拢控做伙，显示伫咧金幕顶悬。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我，予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实在讲，即摆的战争已经进展到讲，无当一个理落，炸弹就拍到对地球另外迄边去啊！啊，毋过英国讲到战争会造成车厘子散，甚至会造成家破人亡。毋则讲，万一要落军中要去做兵的时阵，真侪人是烦恼讲有去无回头。过去真侪台湾歌谣，就咧唱即款将军的心声。国情今日要招你同齐来听一条送军之泪滴。这是27当阵将近已经50档真好听的歌。歌词头一拍讲，一路送军到车站，2人情分毋甘放，依依难舍心沉重，煞来目眶红。
望君真心相疼痛，为君周康放。咱情义唔通袂记，我是你的人。是啦，这条歌所作词的是一个身体有较不便，未爱国掌权度生活的残障人士，伊叫做齐品莹。伊就是听到电台内底主持人周义新先生咧讲，然后歌词寄过来，互我来作曲。结果周义新接到伊的歌词了，真感动。有影这个字句写了真好，作曲了后寄去中视金曲奖这个节目，得到社会人人风评恶老。这条歌煞大迄度，歌词内底头一拍讲一路送君到车站，依依然写心沉重。来到第二拍，一讲完就变成两哦，写歌词的人真讲究哦。第二拍歌词见面就讲两人离别回头看，点点珠泪滴袂煞，亲像珍珠拍长线，伤心送情伴。为国服务着出外，甘愿来拖磨，在军中着爱保重，唔通受风寒。是啦，来到第二拍的歌词中站，咱才知影讲，原来烧送的原因正正就是对方要落军中，要去做兵，要去军中服务咯。歌词内底写起讲，珠泪亲像珍珠拍长线，你甲想讲这剑景相情，珍珠一粒一粒拍长线连落来，安尼珠泪一再伫咧流，伤心送情伴。这句情伴，即摆原来真罕得人讲啊。咱即摆吼现代社会台湾来讲男女朋友，咱即摆讲情人，讲情义。毋过即句情伴讲得也真有意思。两人离别回头看，搁来咧。过来就变三声无奈爱分开，我是真心的爱你，心情坚定才应该写批互我知，为君思情暗悲哀，期待倒转来。阮毋管3年5载，也是要等待。是啦，相信讲有真侪迄当阵伫咧军中服务的少年家听到即个歌，真正毋敢变心，也毋敢反晓。相信所爱人最后也是当结成连理。这就是早期咧唱将军、咧唱当兵迄款心声，感动人的台湾歌谣。咱过来讲，世界卫生大会已经落幕，外交部吴钊燮部长早起伫咧立法院也报告讲，这届会议是经过电脑镜头连线举办，期间也有较缩短，咱会等到9月，正人会当会面谈论的时阵，搁再继续争取参加。另外，美国川普总统已经要求世界卫生组织30天内就要彻底检讨，若无就要退出。吴部长坦白讲，咱会斟酌观察情势的变化。外交部制作的2分钟短片，内容是世界各国媒体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强调台湾的友邦今年虽然无法度伫咧世界卫生大会内面提出台湾参加案。不过，全部14个友邦甲英美等9个国家，拢直接伫咧信息中讲到台湾，为台湾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声。这一次的会议时程大幅紧缩，那政府经过审慎的评估，决定接受理念相近国家以及友邦的建议，在大会复会之后再来进行推案，以利大会能够专注就疫情的因应做充分而且实质的讨论。是复会的时间有没有一个谱或一个方向，还是不知道？现在还不太清楚。是不是一定会复会？原则上是会吧哈，但是要看外在的条件能不能配合。台湾争取参加 WHO， 外交部长吴钊燮讲，将会成立第2回合，等到9月实体互会，即个再讨论台湾参加的提案。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写批予 WHO 秘书长谭德赛，指讲 WHO 伫咧疫情中无先前责任，偏袒中国。若是无法度伫30天内做出重大实质改进，美国将会永远冻结资金，并且考虑要退出 WHO。吴钊燮讲，未放弃争取加入 WHO， 不过也会注意上升的情势。川普如果说我退出 WHO， 另外成立一个卫生组织，台湾进来可以，但是要捐钱。你要不要？可是你不能不做沙盘推演。放弃 WHO 的部分，我们不会放弃。另外，针对第4批的罪案外交，将会援发2350万片。吴钊燮强调是领导的精神，政治考虑真少。3个国家也毋那是友邦友好国家，只要疫情严重，拢会尽台湾的能力，互因喙也袂烦做。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进前总统府的网络系统去电脑工程师侵入，
偷掠内部开会文件，出去变做泄漏。台北地检署当下已经分案调查。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早起也邀请有牵连的部会去报告。不过，当下上任的总统府苏家全秘书长、甲国家安全会议顾立雄秘书长率拢请假，这也引起南军立委真不满，批评讲是全然无尊重立法院。总统府逼出互骇客入侵，疑似总统府幕僚的文件去互伪造外流，引起真大风波。检调即马目前展开侦办，台北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法务部调查局是指出，府内资料外泄的途径有4种，分别是 USB 摆渡手法、跳帮攻击、机关人员去互锁定、特定的人士散布资料。因为案件是发生伫总统蔡英文就职进前，敢会是中国的网军来攻击，各界是一直在讨论。各种可能性都有，所以他们都会全面性的来做调查。所以也有可能是大陆网军的作为吗？现在一切都还在调查之中。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嘛邀请相关部会进行专案报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拄就任的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拢请假无来，府方的人员无人到场。朝野立委协商了后，决定经办的时间搁再审议。会议敢若进行短16分钟就落错散会。调委李贵敏是表示真不满，批评无来的官员无尊重立法院甲宪法体制，立硬是出来缓和气氛。这些的首长呢，不到。也不用书面或者口头说明他不到的理由，所以显然对于立法院、对于我们宪法的体制呢，不予尊重。其实，在我们立法院的惯例上面，然后跟宪政的体制上面，总统府跟行政院以外的，像司法院的考试院啊，他们除了预算案跟相关的法律案之外，他们是不必对立法院负责的。总统府传出互骇客攻击的事件还未收煞，又搁传出5月20日，真侪立委收到假用总统府名义的吊起电子邮件，想要骗个资，互人怀疑甲总统府疑似外流文件有关系。目前还没办法去连结了哈，不过这个都不排除哈，不过还是要靠证据来连结。刑事局证实，信件有恶意的定书，呼吁立委唔通点开，避免去互按木马定式偷摕资料。目前积极分析邮件，甲追踪来源。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新上任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黄天木主委，面对立法委员咧探问讲，未来敢会照顶一任顾立雄主委的规矩行？黄主委是讲，个人的作风本底就无共，伊会做好家己的角色。专家嘛分析讲，即阵银行利这么低，还有金融界资讯安全的威胁一再咧发生。讲起来，这拢是黄主委上任第一爱面对的挑战。就任了后，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就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因为伊伫咧金管会已经做副主委7年啊，所以说落来伊的施政目标是继续对顾立雄的脚步，或者是要超过伊咧，也受到真侪立委的关注。我都认为黄天木的任命是这次内阁少数很好的一个牌之一了。谢谢委员的勉励，我会全力以赴。副主委的政策我会贯彻执行。但是每一个主委，但是你不要超越吗？每个主委有他自己的风格，我会做我自己。黄天木今年61岁，民国73年就入去金管会，一路对基层做起，8点过证券机会局、保险局，而且伫咧2005年升起来做保险局的局长，2013年9月升起来做金管会常务副主委。对未来施政的目标，除了会注重伫咧银行、证券也个保险业以外，伊也强调金融业爱先要求稳定，搁再求发展。未来施政上，你认为会面临哪些挑战？低利率的环境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治安的威胁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在金融监理上要特别去注意的。未来政治经济的变化越来越变幻莫测，所以我们必须要超前部署。另外，最近台股继续反弹大起，台股限制放空的禁令是毋是会提早解除，或者是延期呢？黄天木表示，限制放空的禁令是因为疫情所致使的，所以落来特该观察整体市场发展的情形，国安基金的动态，也搁有疫情的发展，就发度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边面早起是抓话批评讲，蔡英文总统昨连任就职的演讲，全然拢无提起青年人趁少薪水低、厝价搁悬这种种的难题。无非是心肝内早就无重视劳工咯。劳动部柯明春部长当时讲，照顾劳工的政策拢有照起工咧做。若劳保年金未来无够通用，伊会先争取行政院1年半200亿来斗补数。每天是工作，然后把你的工作的钱拿去付房租，
那剩下的钱就仅供你生存。他不是在生活，他其实在生存。23岁的吴宗儒原本伫咧台北市税厝，不过敢若是无疫情的雅房，一个月租金就要1300块。为着要省厝租的开销，伊搬去新北市，和表兄合租2房1厅，平均册一个人一个月7500。不过加上生活的开销，目前也是欠无啥物钱。薪水低，买厝的价小阁悬，是少年人心中的痛。不过5指控总统蔡英文就职演说内底，煞无讲到劳动的议题，甲居住的正义。劳工早就不在他的心里了。昨天的就职演说，对于劳工相关的议题，他是只字未提。我们要问蔡总统，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蔡英文伫咧2016年就任的时阵，捌讲到减少工时、改变价薪、保护非典型劳动等6大劳工的政见，当中敢若有中高龄就业专法伫咧第1任期有实现，其他5个政见敢是会跳票。是安怎蔡英文总统伫咧就职演说的时阵，无讲到劳工？劳动部长柯秉春表示，政策拢有继续伫咧推动，只是无特别去强调。总统的就职也说了，今天被那个民众党跟国民党来解释。所以完全没有讲到劳动的权益，也没有讲到劳保年金这些重要的议题。这个部分其实并不会因为他没有提就不重视，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若劳保可能伫咧2026年破产，柯秉春嘛答应讲，伫咧修法完成进前，会争取行政院1年半至少200亿来补劳保的基金。不过王玉敏表示，200亿敢若会当慢2年破产。蔡政府要是爱伫咧剩的任期内底，为根本来提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大有环保团体伫咧联署讲，目前大型建设的开发，拢得要先经过环境影响评估这款制度，结果当煞愈行愈倒退，民间参加环评会议的条件也愈来愈缩白，因得咧要求环保署的张子敬署长都要落台。张署长本人是驳回讲，民间的批评话也无影是事实。一再来到立法院专案报告的环保署长张子敬，面对互环保团体联署要求落台，伊表示尊重，但对环团指控环评制度倒退率，民众参与防限缩，张署长是认为甲事实无符合。外界嘛一期，若有一天行政院强力主导开发案，要求环评过关，确约实环保署敢收会条例。你敢跟行政院，如果就是立场不同，你会站在环境保护这一方？当然，这个是一定要的，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单位的执掌就是要保护环境。环保署表态会徛伫环境保护这一边，但环保团体有缘尊疑，嘛指出张子敬署长上任了后，整期环评案件一过关，以早环评会议环团会当伫现场嘛会当直播，但是即马拢袂使，所以实在真歹寄望现任环保署长会保护环境。他做不到环境保护的目标，而且他本身也没有任何的意愿跟想法要去做好这件事情。对整个蔡政府的这个环境把关是悲观的吗？非常的悲观。互环团悲观的，阁有5指控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专门无讲到环境2字。环团指出，顶一任阁有讲到环境理念，阁有经济转型的路线，但这个规篇拢咧强调经济发展。总统对于环境在这次完全是几乎是零提及哈，是感到非常失望。是要拼永续的经济，还是要拼继续过去那种破坏环境、牺牲环境跟劳动各式各样条件的这种经济模式？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显得退步而保守。最近环保署并无反对新竹新区焚化炉，嘛一直互批评。不过，会知署长张子敬在接受立委洪申翰质询时阵，互要求应该删除新竹县政府向环保署所申请兴建焚化炉了后700多万监督的经费，张署长嘛答应要来删除。记者林丹碧如台北报道。咱来关心国际的大消息。来讲，西班牙政府发布新的规定，讲若是有迄款公共场所人甲人中间袂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者，所有超过6岁的民众，当都要甲喙掩挂起来。另外，西班牙的国会也已经表决通过国内紧急状态，就是严格管制的命令，会搁再延2礼拜。La prudencia debe ser la regla, debe continuar siendo la regla.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20表示，
西班牙人做伙阻挡病毒扩散，无人有权利会当来毁灭咱近比几礼拜所达成的成就，和一切牺牲放水流。所以要求国会第5届延长紧急状态，甲期限伫5月23开始，搁延长15天，而且以177票赞成、162票反对、1票弃权表决通过。啊，毋过右翼反对党谴责政府真残忍来监禁人民，首都马德里的民众反应嘛无共，有人会国旗卡顶大声喊讲限我自由，要求总理桑切斯落台。啊，毋过嘛有人认为讲应该配合防疫到底。Estoy harta del encierro, estoy harta de que la gente no cobre el subsidio, que mucha gente yo cobro, trabajo, teletrabajo, pero hay mucha gente que no tiene la suerte que tengo yo. Los derechos los seguimos teniendo, tenemos el mismo derecho a todo. Pero limitado y controlado. No estamos acostumbrados a estar controlados y nos choca, pero yo creo que los de 20西班牙新冠病毒过一天新增加的死亡比例是95个人，比高峰时期过一天吃饱的人的状况是减真济。政府5月初推出4个阶段渐渐解封的计划，预计6月底取消全国的防疫封锁。伫咧延长紧急状态时阵，嘛煞新的规定，拄2日开始，伫咧公共场所，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所有6岁以上的民众拢必须要挂喙罨，嘛建议3岁至5岁囡仔上好拢挂喙罨。目前人口较济马德里甲巴塞隆纳，抑搁伫咧解封第0阶段的准备期，希望争取后礼拜1、2、5进入第1阶段。记者综合报道。印度东边和隔壁的孟加拉地是一国，但是当咧遭遇真严重的旋风军架，上无已经有15个人丧失性命，疏散超过300万人。百姓沉沉，去米店伫咧渐大的避难所内底，敢会换烧话传染症？即站确实也着要真注意。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霍拉，一栋厝的铁皮厝顶规壁掀开吹走，部分气旋风速每点钟170公里，瞬间上大阵风每点钟190公里，真侪路树规张被挽起来。官方也已经疏散65万人，也经过气旋的威力，强行把海水塞到陆地25公里的所在，甲包括加尔各答在内沿海城市拢淹去。根据报道，加尔各答已經有一名混年人和倒去樹仔跌掉，有一位13歲查某囡仔死亡。अभी तक हमने लगभग 10 से 15 पेड़ काट लिए हैं और काफी हद तक रास्ता अच्छा क्लियर कर लिया है。另外，印度加孟加拉边境的所在，人口400万的苏达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老树正珍贵的试验红树林，更加是好的栖地，也因为大风海水倒灌。强行淹到5公尺悬，安分是有记录以来第2个伫咧孟加拉湾形成的超级气旋，也是1999年以来首见。孟加拉官方也已经疏散240万人，有一寡村民是甘愿伫家己厝的附近乌水道加水淹开，也无啥要去漂蓝所。孟加拉官方已经增设漂蓝所，目前差不多15000个，并且提供清洁用品。有真侪人根本就无水淹，也有人带囡仔直接伫咧风险当中。有一寡漂蓝所的困住，也有人担心恐惊真侪天灾了，另外一波传染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国内的大小事，今日早起大学个人申请入学分发统一结果公布。今年报名分发的比例有60.01%，这是10年来头一摆突破60%。啊，无分发到学生的名额，也是近来8档上届加的一届。今年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的甄试受到疫情的影响，考试相关的工作是较复杂，好佳在拢已经顺利完成。今年87000外报名的考生，有52321个人会当分发，分发率是60.01%，是10年来头一届超过60%。也若亏是4197个，是8年来上低。现在各大学普遍都会多列备取生，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分发会减少的一个原因啦。好，那这个备取数也是近10年来的最高。以第1志愿分发的考生比例有87%，甄选会表示，这会当观察到考生哪来哪重视申请的管道。竞争真激烈的医学系，今年招生595个人，有558个人会当分发。中国医药大学是招82个人，分发55个人。也若辅仁大学是招22个人，分发11个人，亏是有较济。每一个人都几乎如果选5、6个都是医学系，换句话说，通通会塞进去。那么一个人可能就有4、5个在手上。
可是进来只有3倍的学生啊，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形。154间大学有45间的课，比率伫咧1成以下。金选会认为讲，除了学校提悬彼此的人数，无排除是甲今年因为防疫管制边境，学生无法度出国留学有关系。咱若今年因为疫情下用应变方案的，拢总有21个人，落尾有14个人通过甄试，有13个人会当分发，另外1个人优先以正常的管道录取前段的校系，是用另外的名额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高雄市民政局的周焕莹局长，伫咧手机赖内底鼓舞人罢免的选举，莫去转票，毋过一定爱去监票，互踏入去投票所的人有压力，这也引起社会议论，认为行政无中立。高雄地检署当下证实讲已经分案调查，毋过新闻局郑兆新局长是表示讲，望司法毋通真做是政治操作的工具。高雄市民政局长曹环荣伫赖顶馆公开呼吁，用卖投票来守护高雄，无爱投票，毋过一定爱出来监票，互徛出来人有压力。这段话互外界认为曹环荣身为民政局长，无应该违反行政中立。有民众打电话来甲地检署告发。本署依选举罢免期间之分案规定，于109年5月20日上午分选他案，现由检察官侦办中。市府高官竟然沦为知法犯法的挺韩大队，这是民主的悲哀。希望检调单位、司法系统能够秉公办理。曹环荣低调表示尊重司法调查。高雄市新闻局局长郑兆新表示，无希望司法变作政治操作的工具。我们也希望司法独立只有行政中立跟司法独立这2例都能够成立的时候呢，那么社会才会安定民主才会成熟。高雄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请你不要出来投票。出来监票就好。自从韩国瑜伫脸书顶管呼吁支持者卖出来投票，爱徛出来监票，变作罢韩人数的压力以后，变作国民党内部的共识。曹环荣表示，伊的发言是发露熟识的朋友，是毋是有违反选罢法？检察官目前调查。记者陈依莹、明交馆高雄报道。咱原来讲，花莲县府所咧扣的控照税，到6月都已经爱经过议会通过，才会当搁再延。毋过议会说到当还未审查这条案，昨市政院县长嘛特别去拜访县议长，虽然无接到对方，不过也已经引起外界议论了。为着要寻求花莲县议会对县府控照税的支持，县长市政委20下晡向向发采访通知，大动作带局处首长去议会拜访议长，但是议长去南区接受民众真正报访案件无伫咧，由副议长代替议长接待。矿石景观特别税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早来让它通过？以免的这个未来这个影响到花莲县政府很多的我们的建设，乃至于教育社福的部分。控照税是花莲县政府照地方自治法98年开始扣税，4年一变，今年期限到6月底。县府希望对7月初1开始继续扣税，但是因为提供的款项用途交代不清楚，各有市政委2边的临时会拢无够，所以一直下咧。我们有请这个徐县长来议会，就是在当场在大会报告，那结果徐县长他也没有来。那你这个钱花在哪里？你必须也要向这个议会交代清楚。各有议员表示，除了款项交代不清楚以外，进前各有媒体曝光有12个议员去台年关税，这篇报道无徛名，根本就是抹黑，怀疑背后政治目的无单纯。一直在外面放话，给议会扣帽子，不要像昨天这样大军压境，只通知护航的议员来而已，我们其他都没有通知的议员。而且外界形容议长无伫咧，是互县长趁2天帮。花莲县议会强调，议长迄当时当咧光复乡处理报访案的民众阵前，而且议会是合议制，所以控照税也是爱等后个月定期大会才过来审。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讲，月底就要开始试办安全游览的旅行团，毋过早起就已经有民间的中华旅游优质发展协会拼大声，宣布推出示范团，就是伫咧人客旅行的路途中，不时拢斟酌消毒，游览车嘛采用坐一位让一位的梅花座。食食无拍倒，换包做一人1份，一切就是望讲国民旅行嘛会当过甲真平安、平静袂消毒。
游览车司机用酒精来进行专车的消毒，这是过年了后伊接到的第2团团客，这届接待防疫示范团，赶快用尽管的消毒标准。接完客人之后，要接下一批客人，也要再消毒一次。然后客人上来的话，只能开前门，因为他们的双手要消毒。为着防疫，采用高级的出入口，游览车敢若开头前门，就车进前先客爱碰体温，甲手消毒好。座位的边仔袂当有人，行李扛好，坐好顶了后，领队会过来消毒一届。好来，好的，特别欢迎啊！团员拢是当地参加交通部纾困培训的旅游业者，这届借户外教学来做未来规划旅游产品的参考。若是接待防疫示范团的餐厅，早起就无用伫收椅啊。原本10个人的椅桌，敢若会当坐5个，改用盘底5菜一汤来取代大道菜。吃的是比较清淡，对身体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不可能那么丰盛。如果依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如果要把距离拉开的话，那等于说一台游览车大概坐20个人左右，那这样子车资啊什么的，这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成本的负担了。因应防疫新生活，国内旅游的形态是大改变。未来行程的规划嘛，拢以户外为主。毋过疫情过了后，民众想要出去佚佗，佮加上8月份政府要撒各旅的补助，到时阵景点可能会佮出现真侪人，要安怎兼顾防疫佮经济，佫是一项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近来嘛，甲点网路招募人客游览的公司，含在因地方的农会打合作伙，宣布6月要推出3天2暗游台东，连交通带带暝，较免5000块的农业旅游专案。县府表示讲，这是大城提早欢迎未当出国佚佗的民众来台东享受大自然的景致。农游无一定爱去田林对农民做事，台东县政府甲农会带农游打散团甲旅游部落客，体验成功镇出产的木比果美食，用果子肉甲棉仔糖放入去鼎内底啦，动手做成果子酱入伫饼认食。像麦芽糖哦。东海岸是国内外知名旅游地区，台东县当咧推销后疫情时代倒来出国旅游，这道带头成功媒合旅行业者甲农会农游行程，预计伫6月。推出3天2暝5000块，佮有走疫情新生活旅游，让一般的人也可以用有点寓教于乐的形式，然后去完成这个体验。特别针对了台东的旅游，我们结合了鸡加酒以及游程，而且还含了2晚住宿。台东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即马安排更较多元的旅游行程，请国人来度假。县府甲农会讲，即马是为着要复苏受到疫情影响的观光产业做好准备。农游不是一般旅游，绝对是深度体验我们的农业，玩我们的农业。今年暑假因为国外没办法出去，想必台东是全国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景点。县府表示，接落来会有更较侪旅行业打散团会来台东了解观光景点的动线，伫小组的观光大会来进前，会公布更较侪游程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文心兰这款花，本地外销的价小水，生产的价值悬。上知影讲世界传染症一个牙，饲草煞大大翻歹。台中有种花的农民就讲，旧年才投资上百万的设备，总是现部只有牙齿间加福过关，嘛一定要兼顾种植的品质。有订单到位，就要即时印起来，甲台湾所出产的花蕊，伫咧世界市场所占的比例，尽量甲顾好掉。伊若开一个时间，你若无甲伊销出去，伊就会冷去啊，因为花袂等你。当然嘛会烦恼，我就惊销袂出去的。规园的兰花开甲红艳，花拢正细日来采收，开到7、8分的兰花。新玉兰5月当咧大出，也毋过拄着今年的疫情，国内外市场需求拢降价，见销敢若剩几块银。有当时啊花销袂出去，我就是像迄初一15啊，我就会去迄菜市啊，就沿路摸卖啊。疫情期间，民众咧抢物资，无要抢花，也毋过花农的产园管理，煞一点仔拢袂当放任，赶快来对季节的节奏来采收发财。价钱再当然不好的话，你嘛是爱每礼拜施药杀菌，这管理的物件，你嘛是爱逐工去做啊。无你等到疫情好的时阵，你就拢着病啊，拢无花好出啊。咱的市占就去啊，别个国家去人摕去啊。疫情期间无了解的风险来出货，
回龙甲喙齿筋加力硬动，农委会补贴外销刺激内需的政策，对花的介绍帮助嘛有限。9月、10月是绝对是无好的啦。啊，佮拄着即个疫情吼，阮拢会甲即个叶吼，请工甲即个叶种除掉。虽然唔甘农民目干会当甲花价拄掉，希望自主减产会当加减来稳定后一季的花价。严过已经投资落护病这设备，几若10万，算是讲要回收，都会当回收。拢着伤，啊，今年想讲开这路也有法度收者，结果佮拄着这个疫情，佮愈害。杨志清讲，为着要开发日本以外第2、第3个市场，保持汇率适度的冷藏供应链系统，就是输赢的关键。去年投资的啦，啊，就是差不多开500万啦。杨志清为着后一代要接班做好准备，煞拄着疫情内乱，伊讲好佳在政府有纾困减免利息。第4代，因为已经从小看到大，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啦。国际上，还有越南、荷兰这竞争对手。台湾花农伫咧疫情期间，有愿采取上悬的标准来管理，都是要随时来保持台湾花蕊上好的状态，掌握国内外的每一场订单。记者尤伟珍、刘玉水台中报道。镜头刷到南来讲，台南市政府新推出台南便当大队，这就是经过网络叫菜的系统。市府甲餐厅业者、甲计程车队，各工业区的工厂互相牵连合作伙。早起，这个系统一个起行尔，就销出1100几粒便当了。台南人心中这间上老牌的餐厅，透早内部员工就咧传400个便当，准备送去和顺工业区。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嘛影响到餐厅的生意，饭店嘛推出便当来推销。尤其是2月之后开始，2月、3、4月是最严重的，因为在包含台南有盘时间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就用一些我们既有的东西去延伸做，像便当这些东西，还有外带的食品。过去几个月疫情的冲击，开始让餐饮业的业绩是凄凄惨惨。对这件代志，台南市政府特别创立台南便当大队线顶点餐平台。佮媒合餐厅、客停车业者、甲工业区的厂商来定，协助业者在这波疫情的影响之下渡过难关。那么这一次疫情呢，当然这些防疫的措施都要进行。那配合这样的一个状况，让大家呢又可以防疫，然后呢又促进整个产业的这个繁荣，让我们的司机也有这个工作。计程车大哥啊，他们本身这波也受到冲击，我们就请他们的计程车来载送这些便当。所以便当也有的卖，那这个工业区啊，他们订便当也方便，啊，那计程车也有这个运送的踏次，啊，所以说借着这样子3方连结起来，我们就可以创造出需求跟供应。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头一波加入去这个订便当平台的业者拢总有14间，除了头一天就先销出1100个便当。未来嘛继续协助中小型的店家加入数位转型，嘛鼓励消费者加使用订餐的服务，互相小听做伙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昨桃园市观音海水浴场的岸边，有人去发觉一只细只的观察头矮红跨沙，经过检查了后，喘气和心脏咧跳拢真稳定。早起10点已经放登去海底了。分数有2公尺长，50公分宽，几个所在着伤的海岸，20号民众发现伊靠大，伫咧桃园市观音海水浴场的附近，海巡署北部分署第8划船队接到通报，就随赶去现场救这只海岸。去到现场，先用布被甲夹咧，搁淋海水，互这只海岸会当淡湿，了后送去北斗子渔港鲸豚协会做进一步的检查。到现场看，鲸豚的活动力还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现场以盖凉被，然后帮它注水这种方式来保持它的整体状况。中华鲸豚协会表示，这是一只少年的海翁，伫咧扩大的现场是真紧张，心跳嘛真慢，而且喘气真喘。带转去了后，有做听力甲抽血检查拢真正常。另外，水位升悬了后，伊会当家己浮伫咧水面，嘛愿意伫咧水池仔内底家己收水。昨天晚上做听力检查、抽血检查，
就基本上，然后抽血结果他并没有发炎的状况，他的听力正常。早上在他状况其实是 OK 的情况下，把他就决定把他野放出去。志刚陪这只海翁伫咧福建池内底游水，伊看起来活动力是袂歹，喘气甲心跳嘛拢真稳定。中华鲸豚协会考虑到21过头了后，海面天气无啥好，无适合出海作业，也若海翁伫咧水池内底游来游去，可能嘛会互皮肤刺着伤。因为安尼，因决定21这片野放，帮助这只扩大的海翁会当重新搁转去海里。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嘉义县朴子牛潭湾的避内，近来发觉讲有真侪鱼仔冰岛。朴子市公所当嘛赶紧派人来护遐鱼仔的身世。啊，嘉义县环保局也有派人去检查水质，要查明详细的原因。市公所人员无用力搁窟仔内底死鱼仔，这几天朴子的牛潭湾边发生鱼群大量死亡的状况，整个公园拢是死鱼仔的臭味。市公所把握无落雨的时间，赶紧来处理。同仁他们先出来，能把岸边能处理的鱼先捞起来。那如果说更比较，比如说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再请业者来处理。当地里长就反映，过去因为天气嘛捌有鱼群死亡的情况，但是这届比过去搁较严重，怀疑是过去缺无业者排的废水所造成的。因为这唯一的水源就是对鸭母寮大排流淌对牛潭湾比来，鸭母寮大排吼。诶，顶游吼，即个新增迄方面吼，有迄个低调吼，拢排一寡低塞热水吼落来。嘉义县环保局20号接到消息，就前往实地了解状况，嘛甲水来进行检验，相关的数字正常。环保局就表示，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上大造成影响，甲窟窿内底土产生的沼气关联无大。我们昨天去看的结果。它整个还是一些淡绿色的，那看起来也没有底泥的发生，而且它的溶氧也是在5.0以上，所以应该是没有像当地的居民所讲的底部发生沼气的这些作用。里长指出，这几天已经有不少民众甲鱼仔赶走，也无可能规个窟窿拢是死鱼仔。这个公园是民众休闲的所在，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环保局嘛表示，会继续来观察窟窿的情况，如果也是无改善，嘛无排除会对窟窿底的土来进行检验。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再来讲英国全国机能竞赛，贴砖仔、空安门头这门拢是男性的选手伫咧参加。今年特别有4个女性报名，其中这17岁李年希同学，因为对贴砖仔真有兴趣，伊逐工用12点钟落去训练。伊的心愿就是未来会当亲手替厝邻的人来起一间厝。大家选手无用得交暗门头、贴砖仔和空砖仔，因拢是希望把真功夫摕出来，并说想要夺冠军。其中这17岁生做3个宝班的李年希，为了今年的全国技能竞赛，伊讲伊每日拢练12点钟。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差不多有12个小时都待在工厂，对，然后每天差不多砌200块砖。可是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累得很开心。李年希讲，伊的梦想是未来想要亲手替亲人起厝，所以就算做土水这个石头辛苦搁熬暗毡，甚至连甲手酸也是结烂，伊也无半句怨言。而且和伊同款，对做土水有兴趣来参加空砖这类竞赛的女性，也打破英国纪录。这次砌砖职业的比赛打破以往几乎清一色都是男选手竞逐的局面，总共有4位女选手和14位男选手一起竞赛，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他一定能够在每一个职类成为翘楚。想要培养做土水的好手路，对搬砖仔、交暗门头、空砖仔到贴砖仔，逐项都要下苦心训练。不过，只要有兴趣、肯学习，职业无分贵贱，项项拢会出状元。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台中大甲日南国中学校内底机器人社团这同学，将已经废弃的健身脚踏车改造做动力发电车，因阁结合手指纹的系统，记录来踏车的人身体变化佮发电的数量，等成功摕到全国国中生活科技创作竞赛金奖了。
学生越来搭脚踏车，因为搭愈多，生产的电就愈多，发电量为民邦顶头就会使看加1200册。台中大甲热南国中的机器人社团学生囡仔，大家就拢兴改造机械，利用社团的时间，甲废弃的脚踏车健身器材重新整理，成做即阵会当发电的脚踏车。这个作品也互因伫咧全国各中生活科技创作比赛摕到金奖。学生也想起当初时设计这台车的时阵，捌碰壁过。我们一开始是想说用马达让它产生一个逆电流来发电，可是马达里面的齿轮承受不了我们给予的压力，所以我们改用电磁圈来发电。结合科技的概念，也不断测试。学生搁伫咧发电的脚踏车顶悬设镜头仔的辨识系统，记录运动的人伊的心肺功能，也有运动的程度。即阵搁甲这的资讯结合团体分段，伫咧后台做整理。运算的部分，我们是用国中所学到的能量守恒，因为转动的能量会趋近于你发电的能量，所以我们可以再换算出来说你大概发了多少的电。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从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找灵感。为写定式，设计机关牵线路到收集大数据的资料，热南国中机器人社团的老师甲学生做伙研究，为生活内底找找灵感，也实际应用伫咧学校所学到的知识。记者综合报道。黄霜啊，雨落咧，搁歇咧，各地头气温的变化，咱都要看详细。北部25度到27度，中部25度到28度。南部26度到29度，东部26度到29度，今仔平湖22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大家最近过了好无？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节气，就是热人的第2个节气——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思要小，无满满，小甲满。本调拢是第2调，小满嘛有人读做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5月20到22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啊已经小可拔秧，不过还未完全拔甜，所以咱讲小满归。望景岁就是讲小满的时，稻啊开始做贵，田林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啊。到望景，稻啊就差不多到粉咯。啊，毋过若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啊做贵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贵，国雨岁。小满前后，高雄、旗山。味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悬，大家会当加食寡，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搁有入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的节气拄啊好是当咧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人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毋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
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田，食物拢会生甲真好。六小满，小满桂风景水，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祭气的一寡知识，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